怎么都不说话？你记全了没啊？不要记漏了啊！哦，唉，我应该谢谢你，我应该叫你韩嫂，还是韩夫人呢？还是韩婶？我没有结婚。啊？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因为一些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所以婚礼取消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你骗我的吧？那么，你现在要怎么办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个事情要去处理一下，等一下再过来看你。啊？你真没事吧？哦，我 OK 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？哎！
结果，不好意思啊，结果 ，surprise！ 我翘班太久，所以我买了一些咖啡给你们赔罪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你的美式，没有加盐哦。谢谢。好好工作。叶繁星，我说你到底有多看不得我好？你干嘛把我辛辛苦苦排练的话剧给4月呀？你是不是就想拉拢人，培养自己的势力？你以为我看不懂吗？现在知道着急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如果你真的这么在意自己的位置，那就请你努力做到无可替代。你这么不敬业，给了新人机会，却要怨我了。哼！我说叶繁星，你不要在这里坐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靠萧寒上位的吗？你当整个 Showtime 是什么？是阳光集团的后宫吗？ Shut up, please！ 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吧？启用4月的人是我，你别把气往繁星姐身上撒。出去！你干什么？叶繁星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放开我啊！哎，思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阿姨的事情我才知道，你还好吧？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如果你需要安慰的话，我肩膀可以给你靠一下。你的肩膀我可不敢靠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繁星姐找我有事。我不出马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啊！我今天就让他知道，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对不起啊，英姐，我来晚了。赶紧！你会做事情吗？对不起啊，英姐。那我们这期的嘉宾就是李老师跟4个辅导员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的脸毁了，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嫌疑也很大。反正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好啦，放开我！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哎，你是不是不想演话剧，也不想要你的节目了？啊？你看你，脸都毁成这样，还在这里闹，还不赶紧跟我去医院处理啊？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走开！哎。渴望一个笑容，请带回一阵清风。你就刚刚经过，哎，这么巧啊！
哎呀，算了，生什么气呀？哭？还生气吗？我好难过，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哦，丹尼斯。我本来就知道自己在主持上 PK 不过叶繁星，所以我想好不容易有一次话剧的机会，那我就想啊，我可以演一个主角。然后可以让大家关注到我、认可我，没想到被我搞成这样，我觉得好没用。OK 啦，没有啊，李宝英的演技和美貌都摆在这里呀。真的吗？那拜托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机会给4月？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我一定会好好演的，行吗？不会的啦，4月只是备选而已。谁又能抢走著名的女主持人李宝英的风头？可是我的脸现在搞成这样，一吐东西就痛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觉得自己丑爆了。但我觉得你比以前更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可爱。我看是可怜没人爱吧。刚才李宝英来电话，医生说她的脸需要3天才能恢复，那这3天，她的节目不能开天窗啊。咱们需要找一个替代的主持啊。繁星啊，要不你辛苦一下，这几天帮个忙。我倒不是不可以，但只不过这2天我的节目排得很满，如果再代班的话，怕会影响节目质量。其实李宝英的节目是跟时尚有关的。上次我看到4月在彩排丹尼斯话剧的时候，表现得非常精彩，而且很有潜质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新人一个机会？4月？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给新人一个机会。你说我这是造什么孽呀？那个死叶繁星把我的脸弄成这个死样子。现在可好了，连天然美女的主持人位置都被抢了，我真的可以去死了好吗？没关系啦，嘿嘿，你怎么看，都是这么美呀。Get out！ 真恶心。医生让你这2天少吃辛辣的，你就非要中午吃麻辣火锅。这什么话啊？皮肤跟胃是2码事好吗？哎呀，上火了！哎，怎么有一粒珍珠在这儿啊？珍珠？我过敏那天用的就是这个粉饼，而且我就放在这个化妆台上。我倒是要看看是谁这么卑鄙。喂，这个珍珠是谁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有这颗珍珠的人就是害我脸过敏的人。好了，你别瞎激动，一颗珍珠也证明不了什么。你放开！你现在还帮着他们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在我的粉饼里发现了这颗珍珠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这么卑鄙，想让我的脸过敏。我劝你最好在今天下班之前可以乖乖的跟我承认，不要以为化妆间的监控坏了，可其他地方的没有坏。开玩笑啊，开玩笑。好啊，你们不承认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就是掘地3尺也要把凶手找出来。开玩笑。你闭嘴！
哎，思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嗯。那个4楼拐角推电梯的监控器坏了，你们去看一下吧。龚总监发火了。好，好。Dennis，嗯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我刚刚去监控室那段录像，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被删掉了。谁让你先昭告天下去调监控啊？你直接去监控室找出是谁，不就好了吗？现在在这里说风凉话，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拉着点我啊？我哪知道他们能有那么狡猾啊？我拉了。笑屁了！我不管了，反正你今天要请我吃饭赔罪。对不起，晚上我没空。你什么情况啊？我让你请我吃饭是给你机会好不好？追我的人一大把，从这里可以排到纽约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Cheers！ 谢谢思月。思月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唱歌呢？为什么思月今天单独约我出来？你不要说，你好喜欢我。开玩笑啦。其实呢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一下上次话剧的事怎么样了？我还有戏吗？哦，你就别提了。那个李宝英的脸到现在还没有好，我们还是等着。哎，思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知道李宝英这个人的，她死都不肯让其他人顶替她的演出。Sorry。没关系啦，我懂的。没事了吗？嗯，干杯！来。啊。哦，不过今年的戏剧节快到了，我到现在手上还拿不出什么作品来，看来今年我不能参加最佳导演奖了。其实呢，我正在写一个话剧，故事是从我朋友那里听来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说给你听听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以啊，说。故事是这样的。Oh my god！ 哇，四月，这个故事真的好棒哎，有一种真实的力量。真的吗？你喜欢这个故事啊？当然了，你抓紧时间写，写完之后立刻拿给我看。李宝英那个戏可以以后再排，咱们尽快排你这个，应该能赶上戏剧节。你愿意导这部戏啦？当然愿意啦。说实话，能碰上你这个剧本啊，是我的荣幸呢。我仿佛看到最佳导演的奖杯在向我招手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很没有信心哎，能不能在演出之前先帮我保密呢？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啊？对啊，这万一要出什么状况，我真的超丢人哎！帮我保密嘛。好吧，保密。那你就抓紧时间写本子，说不定在戏剧节上咱俩可以一鸣惊人。竟然，好嘞！耶！姐姐，我的戏已经要开演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叶机器，你睡了吗？睡不着。最近几天心里都很不安稳，总觉得要有什么坏事发生。这么悲观？放心，我会帮你把坏事都打跑的。叶主播，嗨，哎，繁星，一会儿你录节目的衣服就在更衣室里挂着，是上次你挑的白色上衣、红色裙子。好，谢谢，我去拿。我穿这身衣服比你合适吧，姐姐？这些年过得好吗？撇开我，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，还成为著名主持人，哼，感觉不错吧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姐姐那个时候是上5年级吧，因为成绩优秀，所以家里到处都贴着你的奖状。这些我都还记得。那么聪明的你，在游乐场丢了我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？明日的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只有光鲜变得亮丽更有名，我说的话才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啊。忘了告诉你，你跟萧寒哥的婚礼只是这个游戏的开始。
之前您跟我说过主持《天然美女》的事情啊，那几天我实在太忙，但我现在想想，这是我们 Showtime 推出的新节目，我当然要支持。你这愿意主持，自然是好事了。可是4月这已经……您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嗯。感谢我的新同事闵4月主播的介绍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叶繁星，也是本次新栏目的主持人。这次《天然美女》这个选秀节目，对于 Showtime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。因为我从来没有主持过选秀类的节目，所以第一次接触到还有一点小小的紧张。但是我相信，通过大家的努力，一定会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呈现出一台全新的视觉盛宴，也会成为今年夏天最受瞩目的王牌综艺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的支持和关心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还是想留给我们的闵4月小姐，让她帮我们来介绍一下《天然美女》这档栏目的具体情况。加油，4月！不好意思，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Hello， 可以开始播出 ，OK 吗？4月啊，不要有情绪啊。其实我之前邀请过叶繁星，她没答应，今天又突然答应来了，我也感到很意外。别灰心，以后还会有机会的。没事的，龚总监。我知道叶繁星比我红，所以这样也正常嘛。但是我相信我总有一天会超过她的。有志气。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，开启了微博网友互动的环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博评论上面朋友们是怎么说的。为什么要夺走我主持人的位子？怎么害怕了吗？微博上大家都在点赞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参与我们讨论的朋友在哪里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打败吗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我看到一位朋友，他说想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，让我们广告之后一起来听听看。感谢我的新同事闵4月主播的介绍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叶繁星，也是本次说好栏目是4月主持，怎么换成繁星了？由于《天然美女》这个节目在做节目策划的时候我不在，所以说，希望各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整个节目的流程还有规则。啊，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娱乐节目，我们会邀请一些最具权威的整形机构专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整形专家，对。大家都忙呢。龚总监，龚总监，龚姐，我们在开新节目的讨论会。那太好了，我没有错过什么吧？哦，是这样。我觉得啊，一个节目只有一个主持太单调了，所以我想了想，调整成双主持，咱们来一个结对对抗的模式。这个提议可是太好了。他们两个呢，各自带一队进行对抗，而我呢，就作为总主持。那大家再辛苦一下，提供一个新的方案出来。繁星啊，你给我出来一下，啊。那我们继续
讨论吧。好，小飞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你可得上心，知不知道？啊，这个方案你看看，这个不行啊。龚总监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老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说是要给4月一个机会，我不能驳肖老的面子，不是？肖老，他可是个大金主啊，所以你就体谅体谅我，好不好啊？那李宝英呢？那天我和4月说话的时候，被他听到了。他说他的脸没问题，可以做主持。更何况，这个节目以前就是给他的嘛。很好。嗯。今天你也说了，是2队带队 PK。嗯。他们正好1人1队，我退出。哎，别呀！他俩能和你比吗？如果没有你屈尊加入，这个节目不可能这样先声夺人，也不可能预先就造出这么大的声势啊！龚总监啊，任何节目选主持人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你这样太草率了吧？繁星，繁星姐，我知道你有情绪，但是这次的节目发布会已经开了，你说退就退，把我置于何地啊？你就算帮我一个忙，顺便带带新人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庆祝你成为我们的新同事，还有，你很快也要成为名人喽。庆祝什么呀？步履维艰呢。新节目的事我听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繁星是名主播，被他取代也挺正常的。而且，你不也上了那个节目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，他本来就比我有名气。那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能不告诉繁星姐吗？这个，我挺为难的。你先说是什么事吧。我就知道你向着繁星姐，放心吧，不是坏事。嗯，说吧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崔教授就是我妈妈，我就是繁星姐丢失的妹妹。繁星姐不让我回家，可能是因为她担心妈妈看到我，又会受到刺激。可是我一直都好想要我和妈妈的合影啊！见不到妈妈，留个念想也好。福霞，你能帮我求求繁星姐吗？繁星她肯定不会答应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行，我帮你想办法吧。嗯。崔教授，傅先生来了。阿姨您好。你来做什么？繁星姐有份文件忘了拿了，开会要用，我帮她取。张妈，你陪她上去拿。啊，不用，阿姨我来过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阿姨，我
我拿到了，你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太好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偷的。我就是看你太不容易。哎，你千万不要跟繁星讲啊。放心，不会的。福夏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我说真的，你千万不要让繁星知道，知道的话我死定了。我懂的啦，放心。明主播，听说这是您第一次主持节目，请问您紧张吗？说不紧张那是假的，但是有繁星姐跟宝英姐两个人压轴，我压力就小很多了。那你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，本期节目有哪些亮点呢？本期节目有一个很有趣的视角。现在很多女孩都会通过后天整形来让自己变得更美丽，但有些女孩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蜕变成美丽的白天鹅。我这里恰好有一张繁星姐小时候跟她妈妈的合影。大家从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，那个时候的繁星姐跟现在几乎不是一个人，但她又跟大家说过，她从来没有整过容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想知道繁星姐变美的秘密吗？哟，你看看写的什么呀？他们怎么能这么写？四月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也不提前沟通一声，搞什么突然袭击？喂，看什么呢？没有，只是一些普通的八卦新闻而已。有个什么歌手离婚啊什么。应该是看到我的新闻了吧？没有。网上都传开了？没有。网上有些人说，繁星姐和崔教授长得一点都不像。而且叶总的照片也被扒出来了，全家人的照片拿出来做对比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就照实说啊。天底下长得不像爸爸妈妈的孩子不止我一个，小时候就不像，长大越长越不像了。哎，好可怜啊！就你多嘴。放手！你全部都计划好了对吧？你居然骗我，让我帮你偷照片！我没有骗你啊，我就是很想我妈妈。所以你那天跟我说的话全部都是假的对吧？她抛弃了我2次。20年前在游乐场，把我扔了之后什么都没说，现在又不理会，一直苦苦哀求想要跟父母相认的我。我只是想让她跟我说一句抱歉，然后帮我回到原本属于我的地方，仅此而已。叶繁星真的也是一个很孤单、很可怜的人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理解她内心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有吗？被丢掉的人是我，有人体会过我的痛。傅夏，从你决定站在他身边那天开始，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。喂，小飞。业绩器太好了。好，当然不好啦。
因为照片的事情，心情特别糟糕，已经回家了。你保重哦。妈，医生都跟您说了，让您好好休息，别看电视伤神。我今天已经睡了一天了，看电视有什么伤神的？哎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哦，我上着上着班就在想，妈妈在家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在好好休息呀？结果哎，被我发现你在看电视。好了好了，听乖女儿的，不看了。那就对了。哎，妈，这个手机也不能玩的，对眼睛不好。啊，对了，妈，我前段时间自己画了一幅画，我想听听您的专业意见。哦，原来你是想妈妈传授点技术给你。你连这个都学会了，那你就是最完美的主持人。放心吧，妈，我是学不走的。你是最美的艺术家，也是我最好的妈妈。我想跟你说件事。对不起，照片是我给4月的。很高兴你跟我坦白这件事，但其实就算没有这张照片，也会有其他的事情。太累了，不想说了。叶主播，请问作为天然美女的主持人，你是否对脸部进行过调整？对啊。当然没有，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、每一个部位都是纯天然的。谢谢。可是之前爆出你跟你妈妈的照片，你和小时候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啊。回来了。繁星，还好吧？没事。事情已经闹那么大了，想瞒也瞒不住。我之前没有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担心。我们家繁星怎么可能整过容呢？那个4月也是的，
怎么能随随便便把别人的照片拿出去呢？就是啊，一定是那张照片有问题。我们家繁星怎么可能跟小时候差那么远呢？啊，我好像记得，我手机的屏保不就是繁星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喏，一看就知道了，跟我的繁星没什么区别啊。哎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没有了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又记错了？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屏保早就换了。啊？但是不要紧，我们房间的相册肯定有繁星小时候的照片啊。老公，你帮我拿出来，我一定找一张一模一样的给别人看一下。怎么可以这么冤枉我的繁星整容？妈，我们没有必要跟这种无聊的人计较吗？我当初不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担心。那个相册我们改天看吧，那不重要。你们不找，我找。哎，妈，老婆，我说你就别瞎折腾了，好不好？你累不累啊？哦，对，你脑子不累，知道吗？一累的话，明天早晨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，你现在刚刚恢复了一点记忆啊！我带你上去休息，好不好啊？这样吧，我明天睡醒帮你找，一定找到，你不用担心。妈，您先休息啊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好好休息休息啊！哎，不要不开心啊。走走走，哎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是叶繁星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天然美女天生美丽，欢迎来到由微晶电视为您冠名的《天然美女》。很高兴见到大家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宝英。从小到大，我最怕别人问我2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关于我走失的妹妹，因为这是我们全家最伤心的往事。哼。第二件，就是我的外形是不是动过手脚？因为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，我现在和小时候并不。
OK。叶繁星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去了？我会让你的王国彻底垮掉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给我个反应，我快急死了！真的写得不错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这还只是初稿呢，所以还不太完整。然后还要修改几稿呢。我觉得比你讲的更精彩。4月，我爱上这个本子了。但这不是公司的项目，要想把这个做成舞台剧，还得自己出钱。演员、服装、道具、置景、剧场啊，这些差不多要50万。50万，这么多啊！我可以出5万。但是其他的，肖老，肖老，我是4月。肖老，肖老，你没事吧？肖老，哎呀，别晃了，再晃架子都散了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……你以为我什么？死了？哎，是啊是啊，谁说我不该死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这么大的房子，多少人想住？多少人想过这样的生活啊？还有什么想不开的？这样的房子，又怎么样呢？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当年，我和傅夏的父母闹得很不愉快。我记得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，他们非要赌气离开我，我就开车去追他们，哪知道速度太快，出了事故。无法原谅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了也没用。4月啊，你来找我一定有事，说吧。也没什么事了，就是上次您说您能帮我完成一个心愿，这话还算数吗？啊，你是要我给你帮忙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写了一个话剧剧本，想在戏剧节出演。我想请您赞助一些制作费。话剧？这就是你的心愿吗？可我只能帮助你完成一个心愿啊。资金不成问题，你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呀？没有了，这就是我的心愿。4月姐，我真的搞不懂你啊！肖老这么大一棵摇钱树，你什么都不要，竟然只跟他要一场话剧的赞助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艺术追求啦？
我爱死你了！什么情况？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接到阳光集团打给我们的电话，他们说要赞助我们的话剧，耶！太神了吧！竟然发生这样的奇迹！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这是否就意味着我要拿最佳导演奖？哎，思远，这个话剧有2个主角，我希望其中一个用新人。你来试试吧。我不行吧？哎呀，上一次李宝英那个话剧都没让你真正上场，这一次是个好机会。我这还没准备好呢。哎呀，你不是说最近在接受训练吗？我看好你哟。那我试试。把雨天变成 sunny day， 爱你每天都是 shiny day my love， 爱上你的侧脸，想要给你一整个夏天。sunny day， 爱你每天就是 shiny day my love， 想哭在我身边，想飞我就陪着你冒险，每一天都是 sunny day。哎呀，下班喽！下班喽！耶！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能不能抽个时间来看看我的话剧彩排？话剧？哎，最近不是有话剧节吗？我导演了一出话剧，但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心里没底。哟，丹尼斯，看不出来背后竟搞这么大一出啊！话剧叫什么名字啊？仲夏夜之梦。仲夏夜之梦？那不是莎士比亚的剧吗？哎呀，不是啦，只是这个名字而已啦。但是呢，保证是原创。原创？那你要讲什么故事啊？先暂时保密，不能告诉你。你晚上来看就知道啦。哎，不好看，明天我们找你哦。保证好看，保证好看。怎么样嘛？来不来啊？当然去了，你的戏能不支持吗？加油！耶！我去拿包包。我去开车。嗨，繁星！嗨，丹尼斯，你们都来了，谢谢各位捧场。我们不仅来了，还给你带了礼物。哇！谢谢繁星，支持吗？当然了，丹尼斯·杨大导演的作品我们必须要捧场，对吧？乖乖。但现在我的心情非常的忐忑，就像一个臭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一样。什么丑媳妇啊？一看就是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。对啊，导演，恭喜哦！导演 ，fighting！ fighting！思月，紧张吗？紧张，我手都在出汗呢。哎，不用紧张，你是编剧，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了解这个角色。对自己要有点信心。加油！加油！说是彩排，这来的人挺多的呀。对啊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这个话剧啊是阳光集团赞助的，有钱。是吗？哎，你怎么没听说？对了，我今天来呢是为了陪你。其实我对话剧不感兴趣。等一下我睡着了，不要叫我。喂，你这个样子，我这就跟丹尼斯告状去。去啊，谁也怕谁啊。切！
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小英，你先在这里等我，姐姐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不要，带我去，姐姐马上就回来。女歌手，我们夜店最具票房力的巨星，上海滩夜总会的骄傲郑多多小姐。我曾经苦苦哀求过姐姐，我希望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我。好啊，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我来摧毁你的人生。搞什么？什么剧本啊？不知道写的什么。哎，你怎么在冒冷汗啊？要不，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没事，我只是刚刚觉得有点不舒服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没事。你先进去吧，让我自己坐一下。我不要。你在这儿，我也在这儿。哎，你不要喝了，你睡一会儿呗。不要管我，开你的车。人生要是也有导航就好了，我就不会走错路了。我不觉得，导航每次都带我们绕路，虽然
最终还是把我们带到目的地。那也需要导航啊。比如说我曾经也走错过，然后才回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啊？我的目的地在一个幸福，然后有阳光，有雪，最重要还要有一个人会疼我，是一个很温暖、很温暖、很温暖的地方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幸福、阳光、有雪是吧？还有疼你的人，对吧？对。好了，我都帮你设定好了。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走错的路，你就忘了呗。你说，在我心中 you're so beautiful， 是星河最亮的一刻。多希望自己能够说出口，我想你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喝得这么醉？妈，我好喜欢你啊！你好喜欢我的话，你就不要哭，你要乖啊。像你现在这样喝醉酒就不乖喽。你跟妈说，为什么喝了酒之后要哭？妈，你带我去旅你是故意为难繁星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很喜欢这部话剧，想让更多的人看到。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但你这样做是。
繁星，繁星，这是你今天的台本，先看一下。谢谢。昨天晚上的话剧反响怎么样？哦，挺好的，现场反应很热烈，网上现在评价也很高。Dennis， 为什么会想起做这种题材的东西啊？听说好像剧本是4月写的吧？4月说那是他朋友告诉他的一个故事，讲的是一个被领养的姐姐把他们家的亲生女儿拐走扔掉了。所以故事就是那个姐姐很优秀，妹妹过得很惨，对吧？就是说妹妹郑多多呢，一直代替姐姐郑娜娜在夜总会唱歌。20年以后，他们俩突然相见了，但是彼此都没有认出对方。后来呢，还是那个姐姐先发现的。咦，这不就是我扔掉的那个妹妹吗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不舒服先走了？还挺感人的。最后那个姐姐怎么样了？姐姐啊，被父母抛弃了，失去了一切以后，你们说，到底是哪个疯子，订了团体票一个人都不来？哎，我听说他都不是从网上订购的，是自己跑到团体票那边去买的。哎，想找谁也找不到啊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购买了团体票，但却不来看演出？到底是谁搞出来的恶作剧啊？话剧《仲夏夜之梦》很好看的，《仲夏夜之梦》送你一张话剧票。你好，不要。喜欢看话剧吗？谢谢。送您的。你看，哎呦，我们的眼睛真的，你看很像哎，笑容也像，嘴巴也像，连气质都有点像。妈，我是你女儿嘛，所以我哪哪都像你啊，从小你就是我的榜样，我就希望变成你这样，当然像你喽。我突然很有心情，想去吃那个甜品，有什么好吃的？甜品啊？哦，我记得我同事跟我说过，这附近有一家甜品很好吃，我从来都没去过，因为我怕胖。但是今天让我胖死，我也要陪你去。走啦，你就是太瘦了，一定要吃，吃胖点才好看。好。
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啊？干嘛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想问你哦，之前我们家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拿照片来给我们看？男人？这没有吧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有这事儿？没有吗？那为什么我会有印象呢？老婆，肯定是你记错了，啊！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啊。我这儿吃一个，我先上去了啊。哦。肖老，您怎么会来看我的话剧啊？四月啊，你这个丫头叫我怎么说你好呢？我赞助你的话剧，你都不邀请我来看啊？这不是话剧没成熟，不好意思请您来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看你的话剧的？是我们的一个员工给我推荐的，说这个戏好感人，他在剧场看着看着都哭起来了。我今天来一看，果然是好戏，只不过观众席好像清冷了一点儿。是不是你在公演之前宣传不到位啊？也怪我疏忽了。这样，我来想办法，好戏要把它宣传一下。真的吗，肖老？那太谢谢你了。